内政部的统计，到下晡的2点为止，全国同性伴侣登记结婚的总共有363对，其中男性116对，女性247对，医生北市上多74对，过来是高雄市58对，台北市排第355对，这个平湖县、嘉义市甲连江县也无人去登记。咱就继续来看这个南部有袂少的同性伴侣，嘛伫今仔日这个纪念性的日子抢头香登记结婚。高雄新兴区的户政事务所都来12对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，有一对女性的同性伴侣的其中一个，进前有伫国外照精子生囝，如今2个人将做夫妻，嘛总算会当合法共同请养这个囡仔。为了对同性伴侣透早就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，表情是充满幸福甲欢喜。其中上界引人注目是这对，抱7个月大后生这个花儿，甲伊的伴侣过档的2个人相守相爱。为了养育这个囡仔，花儿进前伫国外透过精子银行进行人工受孕生这个囡仔。即摆2个人登记结婚过档的，嘛会使收养这个囡仔。目前内政部的说法是说，身份证上面会写母跟养母。伊嘛讲，因为法令限制，未来因若阁想要收养囡仔，真困难。现在法律很奇怪，我们结了婚就不能收养单身 OK， 但是我们结了婚不能收养，然后我们同性伴侣又不允许收养。同性伴侣除了克服领养囡仔的法律问题，像这个跨国恋爱同性伴侣，这个澳门来牛先生就烦恼讲，伊的国家也未承认同性婚姻。因为我的母国法其实没办法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我澳门的法律没有同性婚姻这件事，对，所以会卡在这个地方。现行的同婚专法并不针对跨国的婚姻，是准用涉外民事法。结果就干那26个承认同婚的国家国民伫台湾会使顺利成婚。同婚专法和同志权益向前迈向一大步，不过依然有真侪困难，需要政府机关去解决。